第20章，唯一的信徒以問封監。他以為自己夠堅強，以為遲延逃跑就能當一切沒發生過。但在赤家偉面前，在那句沒了喊出口後，他所有的偽裝都碎成了粉末。赤家偉心臟像是被一隻無形的大手狠狠攥緊。他聽懂了，他終於聽懂了。他以前總以為查明壞的拒絕是因為嫌棄他的家世，嫌棄他的花邊新聞，但他從來不知道，對於這個外表光鮮亮麗的影后來說，那一層清白的殼是他在這個魚龍混雜的圈子裏最後的自尊，而他親手打碎了它。對不起，猛地將他擁入懷中。赤家偉的聲音不再是剛才的急切辯解，而是卑微的道歉。查明壞驚呼一聲，還沒來得及掙扎，他的吻便落了下來，不是粗暴的掠奪，也不是試探的輕觸，而是一個帶住顫抖、帶住懺悔、帶住孤注一擲心情的吻。他的唇冰涼，卻在接觸到他的瞬間燃起了滾燙的溫度。他吻得很深，要將這輩子的遺憾都補償在這個吻裏，將自己的靈魂通過這個吻倒給他。查明壞瞪大了眼睛，雙手抵在他的胸口，想要推開，卻在感受到他劇烈的心跳後，漸漸卸下了力氣。良久，唇分。赤家偉的額頭抵住他的額頭，兩人的呼吸交纏在一起，急速而灼熱。他那雙總是帶住3分笑意的桃花眼，此刻卻盛滿了比深海還要濃郁的深情與鄭重。喂，聽我說。他的聲音沙，卻字字千鈞。我不跪天，不跪地，但我現在想跪你，不是為了求你原諒，是為了告訴你，從今以後，你是我唯一的女人。查明壞的眼節顫抖住，淚水再次湧出。你是赤家偉，你身邊。赤家偉打斷了他，語氣急切而堅定。我看過千山萬水，都不及你眉眼半分。你是我今生唯一想追求的人。他捧住他的臉，目光灼灼地看住他，像是要把他的模樣刻進骨子裏。我是個專一的人，從現在開始。昨晚不是意外，是上天給我的機會，讓我擁有你。你說清白沒了，不再是影后，沒關係，以後你的世界只有我，我的世界也只有你。他低下頭，輕輕吻去他眼角的淚珠，動作溫柔得像是在對待稀世珍寶。至於昨晚的事，赤家偉的眼神變得凌厲而護短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誰敢傳出去一個字，我赤家偉讓他滾出演藝圈。我發誓，我會用我的一切去守護你的名聲，就像守護我的命一樣。風吹過天台的角落，捲起地上的塵埃，但在此刻，查明壞的世界裏，只剩下眼前這個男人。他頸間那道張揚的黑色紋身，此刻看來不再是離經叛道的印記，而像是他為他落下的獨一無二的誓言。他看住他那雙真摯的眼睛，終於緩緩閉上了眼，雙手環上了他的腰。在這個喧囂的世界之外，他們達成了只屬於兩個人的秘密契約。